台北市南京西路外近贵德街所在，伫七八半暝啊，车路落下去，有赶紧去吞涂，毋过想袂到伫七十半暝啊，又搁落下，而且范围搁较大。昨下晡已经赶紧去拍阿门图来稳定地基。另外，土木技师嘛到现场，即马有到24点钟的监测器咧监测，要看附近的大楼敢有起气的状况。遮拄啊铺好的点架路，佫出现避损。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外贵德街一带，车尾发生崩塌的状况，经过抢修，车闸透早佫发生崩起，而且范围也佫较扩大。早上起来又变成大停坑啊，吓死人了！到时候又怕停水，又怕停电，又怕前面交通不方便了。北市干部局检判地下损害有水管线挖进淡水河，因为漏水地下水中悬。炸掉大量的土沙，使土点有坑范围增大。市长周万安在机构场实在是强调，目前上重要就是针对路面放到4区域区域进行全面监测。基础是西宁北路甲宽和北路这一段先锋路，佮透过警广等管道，互民众随了解封路改道进行，确保交通袂受影响。好，目前已经掌握，确定就是在深度比较深的卫公馆，也就是污水管这边有破损，这一段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废止，然后相关的卫公馆，我们在前端我们做一个分流，也都已经处理好。因为自来水管线受到下项影响，所脱接漏水，北水处已经及时关掉相关制水装置，阻止漏水。4区域用户108号会暂时停止供水。北水处早起9点起，伫南京西路301到325号设置临时供水站，下到现场继续进行灌井作业稳定地基。加强道南马口头回电。静止24点钟了后，扫描土地雷达，监视土脚底敢是也有空棚，佮看情况进行后续地质改良作业。北市土木结构技师也到场装置建筑部倾斜机预警系统，维护4区域综合安全。人工倾斜仪的部分大概有6颗，然后我们全自动的部分总共有4组。实际上那个倾斜率都是非常微小的，整个稳定度我们一定是确实去掌控的。专自动建筑物倾斜机24点钟监测建筑物倾斜状况，现场也针对地表点含点进行监测。副市长李树川指出，崩塌的部分会进行地质改良，预计需要3至4天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